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法国人讲法语，日本人讲日语，咱台湾人讲台语。那非洲人咧，咱来试看卖咧哦。非洲人讲吉刷希里，哎呦，吉斯瓦希里，吉斯瓦希里是倒位的话咧？哦，咱等下吼，会请咱这个林焕兄来介绍。我小来介绍一下林焕兄的背景吼。林焕兄伊是咱这个阿凡加 Gallery、凡卡 Gallery 的头家安尼吼。即届迄个非洲的艺术家会来台湾遮画图，吼，就是咱这个林焕兄来牵成的。吼，咱即摆来请这个林焕兄来小可简单介绍一下，讲即届的故事的背景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焕，我是凡卡 Gallery。咱 Gallery 呢是专门在卖为非洲的坦桑尼亚的图。因国家有一个足有名的手路叫做天加，叫做天加。所以呢，咱每年咱逐年拢为非洲邀请无同的艺术家来台湾来办一款展览，还有教学生画图安尼。伫我边仔的这位呢，伊就是伫坦桑尼亚非常有名的一个艺术家，伊的名叫做穆罕默迪，叫做穆罕默迪。其实呢，基斯瓦希里这个话呢是伫东非呢是足侪人在讲的，肯亚甲坦桑尼亚拢足侪人在讲这个基斯瓦希里。你敢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《狮子王》？你敢是讲《Lion King》内底迄只辛巴？辛巴呢，伫基斯瓦希里内底就是狮子的意思。狮子王内底佫有一句话叫做哈库纳马塔塔，哈库纳马塔塔呢就是免烦恼哦，无要紧无问题的意思。好，多谢。安尼吼，咱煞来敢会当劳烦讲林焕兄带大家来看咱这个穆罕默迪的作品呢？哈库纳马塔塔，无问题。哈库纳马塔塔，阿库纳马塔塔，无问题的意思啦。好，行。观众朋友，咱即马来到穆罕默迪的作品面头前啊！咱有看到即个穆罕默迪的作品，全部拢是动物较侪，因为咱即个非洲的动物，算讲上最就是即个动物啦。所以因即马咧创作的迄个题材题目吼，拢是动物为主安尼。咱即马有先来看头一幕即个观众朋友敢知影是啥物？我咧想有足侪观众朋友吼，拢会讲，这是来去世百货公司开钱做拍手的乌白马，毋是乌白马，乌白马是一种讲法啦。毋过咱书店内底有收到这叫做灰斑马。若灰斑马咱迄个要安怎讲？灰斑马吉刷希里pundamelia pundamelia。这个吉斯瓦希里因的话内底叫做pundamelia。温达美利亚，这吼咧咱动物园定看的，这叫做象，象。若象安怎讲？安怎象？象，吉刷希里 temple，好 temple 来。这只动物园嘛定看的，伊这只吼，你看伊顶悬身躯有斑，这只叫做霸。咱台语的霸，咱来看霸，这个非洲话安怎讲？霸，吉刷希里秋意，这秋意听起来真古锥，秋意。好，刷来吼，咱即摆来看这把图，这只吼足路的足路的这只，这什么颔棍啊长、骹嘛长，规只拢足路的，这只咱台语叫做麒麟鹿。若麒麟鹿，咱这个非洲话安怎讲？麒麟鹿，Kiswahili twiga， 这敢若台语迄个楼梯的梯同款吼，足路足悬的。这一点的吼，我拄有头问迄个头家啦，头家讲林焕兄讲这只叫珍珠鸡，毋过吼，咱即马来问讲咱这个珍珠鸡安怎讲？珍珠鸡 Kiswahili kanga。台湾嘛看到真侪这种叫做猴，来看猴，这非洲安怎讲？猴 Kiswahili nyani，
咱即摆吼对这个动物有一寡基本的介绍，了解了后吼，咱过来看其他较趣味的作品，吼，行。起码来一位听嘎听嘎。好，来。即嘛满美地要来教咱画即只大象。即个满美地即个画大象的手路吼，是咱即个非洲的画法。咱看即个非洲人用因的角度来看咱即个象是安怎画。安尼我要画啊！Black, yeah. Ice. No, okay. Okay. 我即摆若甲，伊可能会为我头扒落去，所以我袂当。Go. Name. Yeah. 哦。安尼我写咱讲台语嘛。各位观众朋友，阿峰的听卡已经完成了。什么是听卡？就是这。我即马这个图面顶悬，这只红色的粉红色啊，这只粉红色的象，这种手路就是听卡。哦，啊，咱若想要了解到更加侪什么是听卡，咱会当来这个翻卡 gallery、阿芳卡 gallery， 哦，网络顶这4字甲拍落，翻卡 gallery。哦，就当找到讲咱即个顶悬搁较侪顶加的资料，啊，搁活动的信息。哦，头家迄个林焕兄三无出头上多。哦，若真正讲，想要搁较侪艺术的气质吼，咱欢迎来遮。好，今仔日节目吼，大家若是讲，就是讲，看了有介意有心情，
会记甲咱市赞助文答文章下骹通底的梁啊，甲试落。咱同尾吼，就甲咱这个非洲的朋友做伙来，甲咱的节目加油一下。吼，来，咱讲台语，加油！吼，啊，做伙来一加油吼。好，一、两、三，咱讲台语，加油！